近日，所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强调，春节期间东突厥3各民族需要融合，并开展旨在丰富该地区所谓中国文化的项目。根据天山网中文版报道，陈全国于2月18日召集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，讨论了地区的未来工作。在当天的讲话中，他强调需要加强民族融合和所谓的新疆文化丰富工程。海外观察家将中国当局的计划视为公开的文化大屠杀，是对维吾尔人的同化和灭绝的企图。陈全国当天在会议上强调，有必要团结民族，团结为一个家庭，进一步加强各民族的融合，要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，大力实施文化富民工程，积极引导宗教适应社会主义。英国外相拉布警告，东突厥3的维吾尔集中营正发生大规模且有系统的违反人权情况，呼吁联合国应紧急遣派调查员进入当地。根据《金融时报》报道，拉布22日将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演说，呼吁解决中国、缅甸、白俄罗斯以及俄罗斯违反人权的问题。他特别强调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专属办公室应启动对东突厥3集中营的调查行动。报道指出，拉布将表示，东突厥3的情况已超出能接受的范围，人权遭极度且密集的破坏，包括许多酷刑、强迫劳动、强制绝育等措施正在大规模且有系统地进行。在经历连续数月的紧张之后，印度星期天宣布，印度同中国军队已经完成从喜马拉雅山边境争议地段撤兵。印度军方宣布的中印双方撤军地段，就是两国军队曾发生激烈对抗，造成严重伤亡的班公湖地区。2月21日，中国国防部也发布消息称，中印两军于20日自莫尔多楚舒勒中方一侧举行了第10轮军长级会谈。会谈取得重要进展，双方军队已经完成从班公湖地区撤军。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，美国已经就伊朗扣押数十名双重国籍的人士，已经开始与伊朗进行沟通。他批评伊朗的做法是彻底的暴行。伊朗近年扣押数十名双重国籍的人士，包括数名美国公民，主要针对间谍罪名。沙利文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，总统拜登政府的优先工作是希望让这些美国公民安全回家。据报道，美国拜登政府正考虑放宽对伊朗实行制裁的可能性，以便恢复与伊朗就核协议的谈判。报道表示，现正着手研究放宽制裁的工作，但拜登政府坚持要首先重返谈判。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被判违反缓刑条件案上诉失败，莫斯科上诉法院裁定维持原判，但略微缩短刑期。莫斯科上诉法院法官驳回纳瓦尼对2日判决的上诉，原判将他2014年在挪用公款罪名下获判的缓刑改为有期徒刑。欧盟各国外长计划于当地时间周一批准对俄罗斯实施制裁，原因是称该国禁止批评克里姆林宫的阿列克西·纳瓦尔尼并镇压抗议活动。